情況。教會內外都有呢種係咯，呢種嘅可憐。唔好意思講得太慢。咁我問翻你，我喊都唔緊要嘅，可能想問翻你哋啦，係一個意念嘅源頭啦。你可以講先，因為個劇本係譚善陽寫嘅。先，喂，係我係譚善陽啦，Antonio。咁我最初寫劇本嘅時候咧，其實係我讀演藝嘅畢業功課嚟嘅。咁寫功課嘅時候咧，咁我就想寫翻我最熟悉嘅一個環境。咁其實我3歲咧就翻教會到大嘅。咁嗰陣就好想睇下，點解香港咁少關於宗教嘅電影咧？咁可能對上一套已經係《暗色天堂》。咁好耐冇見過宗教電影，我就好想探討教會裏邊嘅文化啦。咁嗰陣我記得咧係around 即係可能一個比較香港比較即係好多憤怒同埋一個唔開心嘅一個時期啦。咁我就好想咧講呢個氛圍變成一個咁嘅故事，就係一個人咧去面對佢最難以去接受嘅一件事。但係咧佢同樣咧佢心裏邊咧好想寬恕，好想去get over 呢個苦難。但係咧，佢一邊咧想 get over 啦，一邊咧佢其實內心咧佢又做唔到喎。咁呢個掙扎咧，我覺得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有呢個共鳴。咁我第一次睇到個劇本嘅時候，點解我會想拍咧？其實同我以前一個經歷都有關嘅，就係我細個返教會嘅時候，曾經去過一個傳教活動，就認識咗一個傳道人啦。咁都覺得佢幾好咁樣嘅。但係後尾咧佢就因為一啲性嘅醜聞、一啲風化嘅案，就惹上咗官非。咁亦都係上晒報咁樣嘅，咁我就後來冇同佢聯絡，但我就有諗過，不時都會諗佢仲有冇返教會咧？咁佢再返教會，有啲弟兄姊妹係咪真係可以接納到佢咧？又或者佢哋真係話接納到佢，又事實上又係咪做到咧？咁因為呢個經歷，其實後來我第一次拍短片申請先浪潮嘅分定嘅時候，都用呢一個事件都寫過一個短片嘅 pitch 去報名嘅，亦都真係攞咗嗰個分定。但係後來我就發現呢一個故事其實係好難喺短片嘅篇幅裏面去拍到啦，咁就擱置咗嘅。咁好多年之後，我就佢經過佢嘅老師陳明新導演 Sunny Chan 嘅介紹咧，就俾咗個劇本我睇。因為我就其實拍過1-2條短片係同宗教嘅題材有關，咁佢老師又睇過，咁就覺得我幾適合做呢部片嘅導演啦。咁我睇呢個故事嘅時候就覺得好有趣，同我當年諗嗰個故事同埋嗰件事。雖然佢係唔一樣，但係佢入面有啲主題同埋有一啲嘅處境係一樣，即係關於一個犯過罪嘅，咁 specifically 係同性有關嘅罪啦。佢返教會嘅時候，佢可唔可以被寬恕、被接納咧？咁呢樣嘢就令到我好想去拍呢個故事。多留一句，咁你覺得咁巧合係咪神嘅旨意咧？你覺得係咪？你可以認真或者唔認真答嘅。有啲嘢，因為我而家我唔係基督徒，但係即係我又唔係完全離開個宗教好遠，因為我爸爸係牧師，咁亦都因為拍呢個片之前，其實我已經冇返教會好耐，但係因為籌備嘅過程入面又要 research 啦，咁又要可能佢劇本裡面提及嘅一啲經文，咁有時我唔係咁熟悉，我要去睇返個典故啊，或者係個出處啊，咁樣喺因為帶你返教會。但係佢帶我返教會，佢曾經嘗試過向我傳福音添，講過咁跟住就係咯。咁我覺得如果唔係神嘅旨意，佢都係一個好大嘅巧合，即係個巧合背後可能係有一啲嘢。咁嗰樣嘢，如果基督教講就係神嘅安排。點解？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得到呢一個機會係絕對不容易，因為其實而家香港電影嘅情況，一個新導演可能啱啱畢業，佢要去拍戲，其實佢一定係可能自己諗一個故事，已經寫咗個劇本，可能去周圍去申請分定或者去揾人頭。咁但係當時我獲邀嘅時候咧，其實我唔係我諗㗎嘛，個故事，係突然有一個我都唔係好識嘅人就喂，呢個劇本係幾啱你拍喎，不如你睇下咁樣。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又同我之前，因為我拍過一啲呢種題材嘅短片有關，咁可能講緊2017年、2020年，咁串連起唔同嘅年份或者時間嘅點與線，我覺得當中係好微妙嗰個成件事點解會我哋今日喺呢度？